来看国家人权博物馆今日发表一本人权教育的红仔册，叫做《发现》。这本册是官方办的工作坊第3届头名的作品，作家陈维干嘛来分享伊创作的过程。那一天，没有人发现声音什么时候不见，真相什么时候扭曲。绘本当中，通对济济黑影发现警种和维权的象征。国家人权博物馆和出版社合作出版新的人权绘本发现，因伫初期办新册发表会，作者陈维干表示，伊敢若用短短的几句问问题，就是希望透过丰富的图画，带动读者去发现真济人生活中维权的痕迹。每一页大概都有一些，像是有面具，然后雕像。受难者前辈有提到。他们可能在一些监狱里面，他们都不太敢抬起头来，然后看到这些可能宪兵，然后或是从一些小孔只能看到脚，所以他们都是看到这军鞋，它其实也是代表一个威权的这种恐惧。这个绘本是人权馆人权教育绘本工作坊的作品之一。工作坊办到打来已经第5届，累积超过60本的绘本。官方希望透过这样的作品，促进台湾社会之间的对话。工作坊嘛邀请受政治迫害的前辈家属来和创作者交流，互因对人权有愈侪认识。我会叫政治受难者来甲讲分享因过去的代志或故事我嘛会带在创作者去。看一下古遗址啊，去了解过往咱台湾发生过人权历史的所在，大家互相的讨论，互相的分享，去做出创作来。另外，作者嘛分享讲，有济咱逐工会经过的不义位置，甲咱也未去了解的人权故事。伊表示，虽然5月19已经互国家定做白色恐怖记忆日，不过介成也无真侪人知，嘛希望透过绘本，互愈侪民众去发现。记者卢尚如、柯炳杰、新北报道。